大家好，我係 SGS 嘅 Ken Law， 係負責 FSC 認證嘅審核工作，同埋 SGS EUDR Service 嘅認證主任。而喺我身邊嘅就 FSC 嘅代表 Michelle。你好 Ken， 係大家好啊！咁我係 FSC 亞太區副總監 Michelle Wong， 係好高興可以今日同阿 Ken 傾下偈。咁好高興今日都邀請到 FSC 嘅 Michelle 嚟到啦，一齊去討論有關 EUDR 呢個迫在眉睫嘅法規嘅。咁我哋今日會討論嘅主題咧，其實分為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關於業界咧點樣去應對呢個 EUDR 法規。第二部分就係究竟FSC 啦同埋我哋 SGS 點樣去有效地去幫助業界去有效地去面對 EUDR 嘅要求嘅。咁或者我哋依家首先去討論一下究竟業界點樣去應付EUDR 呢個迫在眉睫嘅法規啦。咁因為 EUDR 法規咧其實都推行咗推出咗超過2年㗎啦。咁但係其實業界依家最迷惘嘅問題咧就係究竟點樣去開始去應對 EUDR 法規？我認為其實業界最需要做嘅，首先就係去了解返公司嘅產品。有邊啲需要符合 EUDR 嘅法規，例如去檢視翻產品嘅 HS code 有冇喺 EUDR 法規嘅 Annex1 裏面，然之後就係去檢視翻產品對應嘅物料，係咪可以進行一個集中同埋簡化嘅程序，咁樣會幫助到企業咧喺一個唔太受干擾嘅情況下，仍然可以有效地去整合自己嘅供應鏈。去配合翻 EUDR 嘅要求，咁都想問一問 Michelle 啦，對於企業咧點樣去開始去預備佢哋應對 EUDR 嘅工作啦，有咩嘅睇法？其實頭先阿 Ken 咧講嘅都係好重要啦。咁 EUDR 咧，因為如果大家去睇一睇個法規咧，都好長啊，好多嘢要準備。但係如果第一步嘅話咧，因為今日都係一個 chit chat 啦，我就諗住好似用煮飯嚟到做比喻。假如你係一個食物供應商，將要咧面對一個新嘅 caterer 佢個新嘅餐單嘅要求嘅話，你真係睇睇自己個廚房個雪櫃有啲乜嘢啦，個 inventory 啊、HS code 啊咁，跟住亦都要睇睇你自己廚房個架撐，你個 system 其實而家你個公司個規模啊、人手啊，你係點樣去採購？即係你啲架撐係有啲乜嘢？咁跟住因應新嗰個 caterer 嘅要求啦、EUDR 啦，我覺得咧你都要去 engage 你個 supplier， 因為成件事其實就係關於一個 supply chain 嘅 engagement。未來要多啲番茄，或者咧你個 caterer 要求你嗰啲番茄嚟自邊一個嘅生產地要攞到埋啲乜嘢嘅資料，即係你開始要同你嗰個街市賣俾你嗰個供應商去商量。當然啦，作為自己咧係要有責任去符合嗰個法規要求，都唔可以淨係依賴人嘅。其實自己都要睇睇，其實嗰個法規嘅要求明唔緊要，盡量睇自己明嘅地方。咁你知道有啲咩唔明白？咁當然啦，最後一點咧，我覺得就都好重要嘅，因為到最後個 caterer 話你合唔合格啊？唔係你自己講。咁我哋個合作模式就係快啲去聯絡你嘅第三方，即係認證機構check，我做成點啊？我有邊啲其實係未合格嘅，可唔可以都即係啦，即係去溝通交流，令自己咧係越嚟越貼近到最新個法規要求咯。係咁Michelle 頭先都解釋得好好啦，就係其實喺個準備工作裏面，首要最重要嘅其實都係要去同供應商去有更多嘅溝通。咁而喺個法規入面咧，其中一個好重要部分咧，就係講緊一個盡職調查嘅責任啊。咁呢個亦都係業界裏面啦，即係成日都會問到嘅一個嘅題目嚟嘅。好多企業咧都會去諗辦法，究竟有冇辦法可以去簡化到嗰個嘅盡職調查？咁其實喺EUDR 法規入面咧，都有提到一個簡化嘅盡職調查程序嘅。咁只要嗰個供應鏈係處於一個低風險嘅時候，咁企業咧就可以進行呢個嘅簡化盡職調查程序啦。所謂簡化盡職調查程序咧，其實就係按住 EUDR 嘅法規裏面嘅 Article 9，佢只係需要去收集相關嘅資料，就唔需要去進行Article 10同埋 Article 11嘅風險評估同埋風險緩解嘅。咁頭先都有提到，就係關於EUDR 法規入面一個好重要嘅部分，
Article 9有提到要收集相關資料嘅。咁我知道 FSC 方面咧都有唔同嘅工具啦，其實都去幫助緊企業咧去收集資料喎。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可以啊！頭先阿 Ken 講啦，就係其實大家如果有跟蹤，即係留意住新聞啦，歐洲嗰邊咧5月尾佢哋就係發布咗嗰個叫做嗰個 country risk benchmarking，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第一步要了解。不過無論你嗰個供應商係處於邊個國家，大家都要 fulfill Article 9嗰個要求，就係收集資料。呢個對於好多大家即係去做企業咧都係一個壓力嚟嘅。咁所以 FSC 為咗可以幫助大家啦，咁都而家咧係即係 based on blockchain 呢一個區塊鏈嘅技術咧，就自己 develop 咗一個 technology 嘅 solution 叫做 FSC Trace 嘅。咁首先呢個 solution 咧，第一步咧，我哋只係提供俾已經係 FSC 系統嘅朋友用嘅啫，未公開到話唔係 FSC 都用得嘅。咁呢個第一點。所以如果咧在座大家已經係攞咗 FSC 認證咧，可以上網睇睇。咁暫時嗰個 timeline 咧，因為而家 beta test 緊啦，希望一路優化。咁我哋希望咧10月咧係可以係俾所有 FSC 嘅有即係 cert 嘅持有人咧可以去使用嘅。咁即係其實因為 blockchain 呢個 technology 都係好新，咁但係佢嘅概念咧就係成條供應鏈由頭到尾，每一間公司咧都要將自己嗰個嘅買賣啊，嗰啲嘅資料咧係上載去呢個 chain 嗰度。中間只要有一個公司佢係唔用 blockchain 嘅話咧，嗰條鏈就會斷咗。咁首先呢個概念，所以點解我哋頭先講話你開始要做啲咩咧？要同你個供應商要溝通。大家知唔知 EUDR 嚟緊啊？你會唔會用 blockchain 啊？如果係用，要大家用喎，即係要溝通呢一個咯。咁其實咧就嗰個 blockchain 嘅使用咧係有3種方法嘅。如果大家係比較係小型企業嘅話咧，就好似一般一個 website 咁樣你去 click upload 啲資料，打啲字，撳 submit， 咁呢個叫 manual upload 就 OK 㗎啦。但係如果你公司買賣嘅嘢比較多嘅話咧，就可能要用一個叫 bulk upload 啦，即係成個 Excel 嘅spreadsheet upload 上去 submit。但係如果你嘅公司規模係再更大啲嘅話咧，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會最 advanced 嘅方法就係用 API 啦，即係電腦同電腦之間自己去溝通咁。咁我哋期望10月咧係應該 full functionality 都係可以提供到俾大家使用。咁就大家要多啲去留意住呢一個資訊。頭先 Michelle 你都有提到咧，關於嗰個country benchmark system。咁其實歐盟咧喺5月份咧已經公布咗 country classification list 㗎啦。咁大部分國家咧其實都係處於低風險嘅。咁但係當中都要留意翻啦，有啲常見嘅生產國咧，譬如印尼啊、巴西咧，其實係處於一個standard risk 一個標準風險嘅。咁按歐盟法規，其實就係講緊，只要個供應鏈唔係喺低風險嘅時候，其實都需要去跟住進行 Article 10同埋 Article 11嘅風險評估同埋風險緩解嘅。咁當然喺Article 10裏面風險評估咧，其實佢牽涉嘅範圍都比較廣泛，因為都牽涉一啲合唔合乎當地嘅法律法規啊，而法律法規方面嘅範圍亦都係相當嘅闊嘅。咁我都知道咧 FSC 其實針對呢方面咧都有出咗一個叫做 FSC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嘅工具啦。可唔可以都介紹下呢個工具咧點樣幫到業界可以有系統地去進行風險評估？我哋會不停咁重複講 Article 9、10、11，其實3樣嘢咧唔可以斬開佢3橛嘅，因為所謂風險評估，我評估啲咩咧？其實咧都係要先收集咗嗰啲資料，你知道你原材料嘅地方係喺邊度啦，嗰度合唔合乎法規啊？嗰度有冇對於個生態啊、環境啊、森林啊造成負面影響啊？即係要先收集咗資料，所以我想翻轉頭咧，喺講呢一個 risk assessment 之前咧，頭先我話 FSC Trace 咧，好多人都可能會覺得新嘅技術好難用喎，好煩、好複雜，
我公司冇人識呢啲嘢，我公司係細公司，係啦等等。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凡事起頭難啦。如果我唔用 blockchain，要靠自己去問 Tier 1、2、3、4 supplier 攞資料，其實嗰個難度都好高。但係當大家一齊快啲去學咗呢個技術之後咧，我哋廣東話有句叫做快狠準，係咪啊？佢差唔多啦。第日咧，當你起咗呢個 system 之後咧，收集資料會迅速啦。而且係安全，因為 blockchain 嘅概念就係個 data 好 secure 啊，會 encrypt 咗。你有權話俾嗰個 blockchain 聽，我 authorize 邊個可以睇到我啲資料，以防你覺得有啲係商業秘密唔想俾人知。而且咧喺收集資料嘅過程係絕對準確啦，因為咧個 blockchain 概念咧佢就係你嗰個 transaction 咧要 verify 咗係對等，佢先至係會過到去，咁就會免除咗喺成個收集資料過程。其實會唔會出現咗錯誤啊？或者會係係啦。總之，如果個數字收集係有問題嘅，都會影響咗大家嘅表現。咁好啦，攞咗呢個資料之後咧，就要去做個風險評估啦。咁因為如果係你嘅原材料係由低風險國家攞嘅話咧，其實就唔需要去做 risk assessment。係咪？咁但係如果係中或者高風險，即係 standard 同 high risk 嘅話咧，就需要做。但係我呢度咧都想提一提，如果大家已經係不嬲係即係攞咗 FSC cert 嘅話，你都睇下自己個 cert 係即係你係採購 FSC 乜嘢嘅原材料。如果你係 source FSC 100%嘅意思，即係話你所有材料都係嚟自我哋認證咗森林嘅話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 FSC 個要求係唔低過 EUDR， 所以如果你已經係 source FSC 100咧，你用我哋嗰個叫 Simplified Risk Assessment 就得。點 simplify 法啊？我哋基本上係同你填晒所有答案，因為你攞到 FSC 100張 cert 咧，你已經係 meet 晒 EUDR 所有要求。不過30年前我哋冇諗到 EUDR 而家有個要求就係話當地有冇發生一啲在地衝突啊，或者係打仗啊咁嚇，呢個冇嘅，你要自己填翻。但係有幾難咧？即係你睇翻新聞就可以填㗎啦。咁係100咯。但係如果好多仲有，如果你嘅公司係買賣關於塑膠嘅 product 嘅咧，其實 natural rubber 係會有 mix 嘅，所以咧 natural rubber 其實都係FSC 100都可以用simplify 嘅 risk assessment。但係如果你係買混合啊 control wood 啊，即係或者叫 mix 嘅話咧，咁你就要即係做翻一個 standard 嘅 risk assessment 咯。咁但係呢度咧頭先咧講到咧喺亞太區嚟講咧，Myanmar 就係 high risk 啦。我希望大家係比較少 source from Myanmar 啦。但係咧仲有兩個國家係 standard risk 嘅，就係印尼同埋馬來西亞。咁因為係冇水晶球啦，同時間競賽啦，喺今年尾咧 FSC 就會完成咗印尼嘅一個更新版嘅 risk assessment， 佢叫做CNRA Centralized 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大概11月度，大家密切留意呢個更新版嘅 risk assessment。你基本上係照抄咁滯啊！即係因為 risk assessment 都幾多嘢好煩啊，但係出咗呢個更新版咧，差唔多照抄就得。咁但係如果你係 source from Malaysia 嘅話咧，就呢度我要慳啲時間啦，因為咧可能要多啲功夫，要咬緊牙關一條條咁樣答佢自己去做個 risk assessment。咁但係想提出嘅就係你去揾我哋嗰個叫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嗰個 framework 咧會教大家公司點樣自己咬緊牙關一步步去做咯。咁呢度就唔嘥大家時間，但係希望頭先大家聽到我一個一個嘅層次咧，係咪100% 啦？你 source from 係咪塑膠啦？就可以用 simplify 啦。如果唔係，但係我 source from 印尼咧，12月我哋會有一個舉世無懷嘅risk assessment 更新版，你差唔多就可以喺嗰度抄晒啲答案咁樣樣咯。第一提企業啦，因為嗰個country risk 嘅 classification 咧，其實係有機會改變嘅。歐盟都會因應個市場上或者個大環境上唔同嘅情況咧，去調整國家嘅嗰個風險評級嘅。譬如依家講緊可能企業用緊嘅供應鏈係屬於一個低風險嘅供應鏈。唔表示日後咧佢係唔會被更改為一個可能係一個標準甚至乎高風險嘅評級嘅。咁所以企業都要留意翻啦。當日後你嘅供應鏈係
嗰個評級風險評級被更改嘅時候，咁其實就要根據翻 Article 10同埋 Article 11去進行風險評估同埋風險緩解嘅。咁呢度我都想介紹翻啦 ，SGS 咧其實都有推出我哋嘅 service 去幫助企業咧去應對風險評估同埋風險緩解呢一部分嘅。咁我哋有一個 service 咧叫做 DDS Verification Service， 其實係咧用緊我哋嘅專業知識啦、審核嘅知識，去幫助企業咧去睇翻佢哋嘅盡職調查系統係咪有效。特別亦都會針對咧佢哋嘅風險評估同埋風險緩解嘅結果，從中去揾出一啲可能同 EUDR 法規入面有一啲唔符合嘅差距，然之後其實最終係幫助緊企業咧去降低唔符合 EUDR 而帶嚟嗰個後果嘅風險嘅。咁頭先我哋一直都提到好多關於譬如盡職調查包括就係講緊收集資料。包括係風險評估同風險緩解。咁其實企業最擔心嘅就係我點樣可以攞到啲資料。咁如果一個企業佢係要自行去收集相關呢啲嘅資料，特別可能係一啲生產地係咪符合當地法律法規嘅資料啦，其實係比較困難嘅，因為佢冇辦法成日都飛去當地啦。去譬如睇下佢嘅勞工權益係咪合乎法規啊？佢有冇違反人權啊？咁喺呢個時候，其實第三方認證咧就發揮佢嘅作用。雖然喺嗰個 EUDR 法規入面都有寫到，佢並冇同任何嘅第三方認證去進行一個直接嘅掛鈎，但係同時歐盟喺 FAQ 裏面亦都有提到，第三方認證咧係可以幫助企業喺進行風險評估嘅時候係可以作為一個助證嘅，只要嗰個第三方認證係有包含到 EUDR 入面相關嘅要求，譬如我知道其實FSC 嘅標準裏面啦，都有例如係關於土地使用啦，關於一個合法生產，同埋譬如都有關於勞工權益方面嘅要求嘅。唔知Michelle 對於喺第三方認證嚟講，到底可以點樣喺 EUDR 去發揮作用咧？係咁FSC 咧過去30年啦，我哋都係由森林開始就制定我哋自己嘅森林標準啦，跟住成個 chain of custody 係咪？成個 supply chain 我哋亦都有個標準。咁其實咧已經係符合我哋10個 principle、70個 criteria、200幾個 indicator， 就係咧會 meet 晒咧，唔係淨係環境啦，亦都社會經濟各方面嘅要求。咁但係咧面對住EUDR 嘅話咧，佢嗰個要求同我哋咧就始終係會有啲唔 align 嘅地方。即係舉個例啦，我哋對於嗰個森林你砍伐嗰個林地，究竟個地點喺邊一度？呢個第一樣嘢我哋要收集。咁但係過去咧，只要我哋你公司你嗰個系統證明你有收集就得，我哋唔會介意，即係譬如咁打個比喻，你係用釘書機定係用萬字夾嘅，總之你黐到埋一齊就得。咁所以咧，我近來咧亦都係有見到越南有一間嘅家私嘅 trader 啦，佢用佢自己好奮力嘅方法咧，揾到嗰個森林FSC 係啦嗰個嘅所謂在地嘅資料。咁咧，但係有可能咧出現個情況就係 FSC 咧係可以接受係一個地圖嚟嘅，或者咧有一啲森林咧，佢真係拎住個電話行一圈就叫做 collect 咗嗰個 boundary 咁樣樣。咁但係而家 EUDR 可能佢真係要求4公頃以下就係要一個坐標，4公頃以上係要一個 polygon， 仲要個 file format 係 GeoJSON 呢啲咁樣。咁面對等等咧，再加埋佢哋 risk assessment 咧，有啲要求咧，亦都同我哋有啲唔 align。咁所以咧喺而家大家現有嗰張 cert 嘅之上啦嚇，我哋咧就係就 develop 咗一個 solution 叫做 regulatory module。咁你可以睇成一個加強版啦，就有咗呢個 regulatory module 咧，係更加同 EUDR 個要求咧，大家係溝通到 align 到咯。咁但係咧，我都要強調，因為由而家至到 EUDR 實行咧，睇時間剩翻幾個月。咁所以如果我哋今日嘅傾偈係想好 practical 嘅話咧，
當然 long term 大家都要考慮使用，即係或者加埋 regulatory module。但係剩翻3個月時間咧，我覺得係應該要針對你已經係 source from high risk 或者係 standard risk country，你更加要認真考慮要申請埋 regulatory module， 而且揾翻你同一個第三方認證機構去加埋呢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extended 嘅 scope， 咁會令到你嗰個成個performance 咧係同 EUDR 係更加對接咯。所以其實都可以理解為，即係好多企業會覺得要收集資料同埋儲存數據係有存在一個成本同埋一個複雜性。但係如果去選購一啲第三方認證嘅物料嘅時候，反而係會幫助到業界去降低翻因為要收集資料帶嚟嘅成本同埋嗰個複雜性。不過有時我係喺業界度都有時會聽到佢哋都會有一個疑問嘅，就係到底係咪我攞到一個第三方認證譬如我攞到個FSC 認證，就代表我已經可以符合個 EUDR 嘅要求而唔需要做任何嘅措施，即係講緊我係咪就咁 show 個 cert number 出嚟就可以令到我嘅客戶去說服到佢其實我都符合法律法規㗎咁。係，咁當然唔係啦，因為咧我哋喺好早嘅時候就已經講話，我而家要準備啲咩咧？大家自己都係要做功課，睇一睇 EUDR 個法規。其實咧喺NS2 啦，特別係講得好清楚。大家咧即係喺12月30號之後，你嘅貨物咧進出口都要提交個盡職調查，就係要答 NS2 嗰啲問題。咁你係真係要答嗰啲問題，而唔可以就咁攞一張 cert 出嚟就係得嘅。咁呢個第一啦，同埋其實喺EUDR 個法規裏邊啦，同 FAQ 都講得好清楚。第三方認證只可以作為緩解嗰個嘅風險，唔可以代替公司盡職調查嗰個責任。咁呢個亦都喺法律條文嗰度講得好清楚。咁第三點，大家都會即係其實諗一諗 FSC 係一個乜嘢嘅機構呢？咁呢個係一個國際嘅 NGO 啦，而FSC 個 certification一直以嚟咧都係一個自願性質嘅一個證書啦，可以咁講。咁 EUDR 又係乜嘢呢？佢係一個歐洲嘅法例嚟嘅。咁所以一個由 NGO 去發起，為咗保護森林而做建立嘅一個自願性認證，係唔能夠代替一個歐洲大國佢定出嚟影響全球嘅法規，係唔可以咁樣去對等嘅咯。咁但係咧，因為 FSC 始終咧都係本住係要保護森林嗰個嘅決心，所以唔會覺得話唔關我事。我哋亦都係點解會與時並進？有人會覺得FSC 好複雜有啲麻煩咁樣，因為保護森林從來就唔係簡單，所以我哋咧先至係無論喺 risk assessment 嗰度有更新版。將會係由30幾個 indicator 變到64個，不過即係要做 regulatory module 咧會少啲等等，我哋會搞咁多嘅 solution，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咁但係咧，大家千祈真係唔好搞錯，係以為攞呢張自願嘅 cert 出嚟咧，就可以等於你可以係代替到個法規要求咯。咁另外都想特別去講一講啦，因為喺個法規要求裏面，其實都唔止係木材，唔止係木材引申嘅紙張產品，亦都唔止係橡膠嘅，佢仲包含咗總共有7大類嘅產品嘅。咁都想了解一下，究竟喺FSC 嘅角度嚟睇，會唔會針對個 EUDR 上其實都存在咗一啲嘅限制啦，同埋究竟業界咧可以點樣去做啲乜嘢嘅措施，或者點樣做去彌補翻呢啲差距，令到佢可以符合翻 EUDR 嘅要求？我諗如果大家一路都係有嗰個貨物要入歐洲嘅話，都會了解之前咧 EUDR 之前咧就叫 EUTR 嘅，咁佢淨係針對木材嘅啫。咁頭先阿 Ken 講啦，而家 EUDR 嘅話咧係即係擴闊咗個 commodities 啦。咁但係如果咧喺FSC 所照顧嘅範圍咧，木材相關嘅項目啦，或者一個商品啦，即係包括紙印刷包裝
呢個叫做家私啊，同埋或者建築材料啊咁樣會關係啦。咁但係咧，因為係天然橡膠 natural rubber 咧，都係 EUDR 個 scope 嚟嘅。咁所以大家去睇翻個 HS code 咧，會發現好多我哋日常生活嘅 product，你賣緊嘅 product 嚇，例如波鞋啊，或者係車胎啊、手套啊，即係好多都會係相關到，即係會擴闊咗好多。不過要提一提啦，頭先我哋講話印刷品啊，或者係包裝啊咁樣，嗱呢個又係做功課睇一睇翻啦。因為如果咧你嗰個 product 入歐洲嘅時候咧，你嗰個包裝咧喺佢定義嚟講係愛嚟 support 你個 product 咧係out of scope 嘅。但係咧有啲大公司已經同我哋講咧，我哋大公司嚟㗎，我哋咧連自己嗰個包裝盒咧都會作為一個 product 咁樣去入境嘅話，咁就係會 in scope 㗎啦。咁所以呢啲即係要搞清楚咯。咁我亦都想順帶提多一樣嘢，因為頭先我哋講到好 high end 嘅 technology，blockchain， 但係其實可以大家善用 FSC 咧，有啲免費嘅平台。我哋有個平台叫 FSC Search， 同埋有一個平台叫Power BI。咁嗰度咧，大家 click 上去咧，你係可以揾到究竟有啲乜嘢嘅供應商，佢已經係 FSC system 嘅。咁你係可以 advance search 到佢哋係乜嘢產品嘅供應商啦，佢哋係喺邊個國家嘅供應商啦，同埋咧甚至乎係佢哋嗰啲供應商係用緊邊啲嘅第三方認證。咁你喺呢啲咁樣嘅 database 嗰度，你就可以係開始去諗。係啦，自己要揾翻 FSC 嘅供應商，但係其實我想話咧，我哋大家而家都係同一條船咯。EUDR 係一個好困難、好新同埋好難嘅法規要求。如果你只係依賴而家市面有咩供應商俾你揀，而你自己唔加入個團隊嘅話咧，我哋嗰個 data 會唔夠。所以我都希望大家都慎重考慮咧，你去揾嗰啲有 regulatory module 嘅供應商。你自己都成為用 regulatory module 嘅商家，咁你成個供應鏈咧先至壯大起嚟咧，可以大家一齊繼續 keep 住歐洲呢個生意咁樣樣。咁最後都總結一下啦，其實要有效地去應對 EUDR 法規咧，其實都好依賴究竟上游嘅供應鏈係咪都了解個法規嘅要求同埋目的嘅。咁我哋 SGS 啦，其實過往咧都不停去舉辦唔同嘅同 EUDR 相關嘅 seminar， 目的咧都係要讓供應鏈方面去了解究竟 EUDR 法規嘅目的係啲乜嘢，同埋究竟佢嘅要求係要點樣去執行。咁其實當佢採購嘅時候，確實喺採購有第三方認證嘅物料，係會比你完全唔知道佢喺邊度嚟嘅物料咧，係更加容易去配合 EUDR 嘅要求。咁希望即係業界如果有相關嘅問題嘅話，都歡迎隨時同我哋SGS 聯絡嘅。咁我哋今日嘅討論環節咧就到呢度㗎啦。咁再次多謝 Michelle 抽空去同我哋一齊去進行呢個討論啦。咁希望都可以幫到業界去更加有效地去應對 EUDR 呢個迫在眉睫嘅法規啦，同埋亦都可以好好嘅去同上游嘅供應鏈去溝通，令到佢哋可以幫助到喺歐盟嘅客戶去配合 EUDR 嘅要求嘅。多謝阿 Ken，多謝大家。